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澳洲社區快訊。新州政府正式宣布，由於2026年及2027年嘅澳新軍團日 Anzac Day 落喺週末，州政府將喺隨後嘅星期一增設公眾假期。此舉意味住新州喺相關年份將享有額外一日補假，年度公眾假期總數增至12日。新州州長 Chris Minns 表示，4月25號係澳洲國家日曆中最莊嚴、最具紀念意義嘅日子之一。當紀念日落喺週末時，設立星期一補假，唔會削弱其重要性，反而能夠鼓勵更多家庭參與黎明悼念儀式同紀念活動，俾紀念精神得以延續。退伍軍人組織 RSL-NSW 亦表態指出，只要確保4月25日當日仍為紀念活動嘅核心，該會並唔反對增設補假安排。目前新州嘅公眾假期數量仍然少於部分州份，州政府已表示明年將檢討整體公眾假期制度，喺紀念傳統、家庭生活同商業運作之間尋求平衡。新州政府宣布，隨住悉尼地鐵 M1 線最後階段工程推進，西南區將新增一條全長13.8公里嘅共享步行與單車通道，命名為 Metro Way， 連接 Sydenham 至 Bankstown， 為居民提供步行、跑步與騎行嘅新選擇。根據規劃， Metro Way 將沿鐵路走廊延伸，並於 Dulwich Hill 同現有 Greenway 銜接，進一步延伸至 Cooks River 及 Iron Cove 一帶，形成更完整嘅活躍交通網絡。新州交通廳長 John Graham 表示，項目將串連 Canterbury、Lakemba、Marrickville、Campsie 等社區，鼓勵居民綠色出行。規劃亦包括綠化設計、公共藝術、休息空間及完善照明，並銜接超過350個車站單車泊位。目前招標程序已啟動，預計今年稍後批出合約，但具體造價同竣工時間尚未公佈。當局指出 Metro Way 將配合地鐵建設，提升社區連結同生活品質。澳洲社區快訊報導最新熱話，只要到 TVB Anywhere 或者 ACE 澳華娛樂社交平台都能夠收睇得到。歡迎大家提供任何本地資訊。我哋下次再見。